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今日节目我讲的是设计，伊啲好嘅设计吼，伊唔单止像我哋以前讲嘅，都係啲包东西。伊啲好嘅设计唔單止會清出伊自家嘅市場嘅定位，同時伊會把伊嘅品牌同伊嘅產品做伊嘅最好嘅結合。今日邀請到係敦富形象策略公司嘅副經理，同時嘛係我哋聯絡人咧陳啟宗先生嚟到我現場。睇我哋今日節目直播，我哋一請伊嚟分享當初伊做乜會學設計，同時變成伊嘅形象策略亦為伊嘅公司。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來賓陳啟宗先生嚟到我現場。啟宗先生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先生，我想問一下吼，因為其實睇我哋嘅人推直播又好，學設計一件事情其實係一個我哋講幾時髦嘅事情啊，尤其係聽我哋南部，好，其實一般人都講死啦，你可以做嘅天字口啦，氣球口啦，吼，其實當初做乜我想要去做設計呢？其實我嘅成長過程最重要，因為我記下，因為阿公啊。因為身體也不好，事業也不好了，所以呢，他每天很憂愁的坐在那個赤竹林底下，都在拿給做嘅哈，都在修。那我就覺得很奇怪，他把這個做個修夠以後，都變成我們可以用到的一個生活器具。那甚至每一個呢，鐵的啦、鐵線啦、繩子啦，哈。比如蹦蹦啊、種種啊，都變得是一個很好用的一個就是我們平常生活的商品。所以因為我安尼看到呀部分，我都慢慢的激發我對美學、對生活的應用，我就特別感興趣所以也在讀書的過程，尤其是 get sales 那其實我是被鼓勵來的啦因為國小一的廖淑珍老師。曾經給我一個改好機會講，啟章，你可以後面的布告欄交給你來處理，你一定會做得很棒。所以在那個小時候，畢竟家裡不像跟別人的家庭是不一樣，還是一個很困苦的家庭的一個孩子，所以呢也沒有機會學畫畫。那老師的鼓勵本來有改好的機會就講，因為鼓勵，所以我去做了這件事情。那也大受好評，因為老師就是讚賞，所以因此我對美術的一個學習就是特別感興趣，是這樣子的。但是其實是因為講我哋做，譬如講我哋對講嘅東西對美的東西更有興趣我哋講規劃畫圖，一個嚟講我哋我行業，譬如講師專咧做美術老師啦，我哋做美術班啦，但是其實我想一啲，其實人嗰時候去做嘅設計咯。當然也過程來講，我讀結中的時候，又讀到一個李武進老師，他是我的美術老師。那一看到我呢，因為真的就是希望我在他的鼓勵之下，也可以往這個方面走。所以當時都有一個機會就講，以利用民意的黨主很愛在學校在教務處搞我畫圖。所以人家在睡午覺，我是在畫圖。所以在那個階段裡面，我更清楚設計、美學、美術就是我要走的路。對，就像頭先講你看到人家的阿公，用伊哋做嘅熟嘅，比如做咩的地方都可以做好多東西，可做我哋嘅路嘅啦，講其他嘅東西，同時幫我哋嘅做修嘅白塔啊，都可以收起來，就變成講，可能對人來講嘅話，唔單止係受限在一個美學的範圍底下了。變成一個實用的東西，是可能對人來講還沒影響過程。對，因為就像我現在跟我的設計界的朋友或是我的工作夥伴在談，因為設計我們不是以藝術為主，它是要變成商業行為。這個商業行為都會一個改變式的問題，就可以應用在生活裡面。這個才是可以幫助人類，幫助我們在生活中的便利。因為像我哋一開始講嘅，其實設計一件事情唔單止係看講，設計其實有啲太嘅功能，其實係設計本來係好用，好好利用一件事情，嗰就變成一個應用的部分啦。咁其實你這個各種都讀到我身上，但是後來，譬如我喺南部，其實我哋講設計嘅資源嘛幾少，咁其實用去行業唔係要設計一條路。
其实我没有受过正统的美术教育哈，在国中这一段时间里面哈，那当然都会讲，我有机会当时我的时代是联考嘛，那家里会希望考到国立、公立、县立的哈，但是我当然有考到，但是对我来讲也唔免我目标，所以都卡客家人嘛，总希望人生人呢出社会以后做公务人员，做先生哦，这个铁路局哦，但是我就是你讲反叛的心态，因为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从国小我就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哦，这个是有点离谱哈，如果现在来讲，但是确实我在那时候就很清楚，我告诉我自己，我的未来是要靠我自己去找，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哦，已经注册了，高中都已经注册了，我竟然没有去注册，我违反了父母亲的期待。我到快2个礼拜，我才去注册。我去哪里？我去自成商工广告设计科注册。所以我就这件事情发生，阮爸爸妈妈知以后，家人非常不谅解，因为他们认为挖土就是挖戏院的看板，赚不到钱，这种东西对我们客家人来讲。其实做农会来的比这个更实在，一个是飘在空中看不到，虚的东西；一个是我种的东西我就有收入嘛。所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有很强的反差，所以我记得当时我找到一个徐世美老师，当时他是来学校招生，那我就去找他，我说老师，我决定要读自成商工，那我身上没有钱。爸爸妈妈也不会支付我任何的费用，你可以借我钱，你可以帮我先把学杂费先缴，然后我会想办法来还你。那我真的很感谢这个老师，现在好像在纽西兰，他每年如果回来台湾一定会来看我哈。他现在我是他觉得最荣幸，他曾经带过我的一个学生吧。我是觉得是常常他在沟通的表达底部都不会尴尬。所以我也是感谢到他，所以因为借了钱，要读书要买话剧都没有钱，怎么办？我一定是刚开始是捡破铜烂铁，好，然后呢，我去捡人家饲料袋，好，然后我曾经做过几道事情，比如说不用喊麻，好，用现金啊，那差不多5点人去用现金，晚上8点就去收。于是还会有看到傻狗熬蛤蟆哈，觉得那种生活就是我觉得小时候的生活确实让我有很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今天做设计做得很快乐。那这个也是我来自我应该是说我的收入，甚至去接你那个幼稚园的壁画，我可能我都是主动出击。怎么出击？我可能看到一个幼稚园那个墙壁已经斑驳了，那我就会画一些草图。我就会跟园长主动找他，他说：“园长，可以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我现在是一个学生，然后呢，这一片墙壁包给我，那我来帮你画这些卡通啊，这些图啊，让你的校园更美丽这样子。”所以，我做过很多可能只要有赚钱的机会，我就想办法，一直到高中毕业这样子。其實喺我哋呢嘅幾組人氣地位吼，其實上自成上講喺南部我哋幾有名嘅一啲廣告設計呢，吼，其實南幾有名嘅。嗰陣上講可能其實佢做幾種人嘅，唔只係愛上講唔只係唔可以讀高中，吼，堅信去讀入嘅廣告設計。我相信從佢睇個自成上講嘅時間，我唔係講線上來講嘅話，睇嘅讀書嘅時間，唔講講到最大嘅講最有心得啦，或者最大收穫係用嘅考場啊。咁啊，最大心得還是自家愛努力啦，吼，也係愛自家回想起來過去我求學的時代，吼，我每日早晨初起早茶過去學校嘅，起早入去素描教室，因為那個是基礎啊。你繪畫的基礎，如果你的素描基礎沒有就位，你後面的設計是沒有辦法往下走。包括到之後我們自己沖洗照片啊等等啊，那學習很多美術的字體，那還有一般設計的一些結構啦、
平面呐，吼，这些东西都会俺哋爱下去处理的部分。当然，我感觉气态部分俺哋当初有学长学弟制，所以你只要在素描教室画图，还真是画唔好搞唔好吼，我本学长差很呢。那时候是很残忍的，所以我们在最严苛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只能告诉自己说，我绝对不能再被撕掉，不能再被强制的修改，所以我要比别人更认真。假如我感觉我可以支撑，我感觉讲，因为南部7县市的 boy 志成商工是一个广告设计科，虽然现在已经不在了哈，但是我觉得那永远都是我在培养我的一个母校。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环境哦，那老师的给予，我们的学习，假如我的态度嘛。我感觉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西中先生，多分享地方我都发现到讲，其实以这个标的过程，这个行业条广告设计条路，告诉一路过艰辛的去发现到，伊爱去努力的去做这个学习。休息下我等下我哋话嗰度过精彩故事。翻过来，复起来，上一节目我就来自屏东林老陈启宗先生来到现场，同你分享讲伊当初做乜嘅學設計嘅過程。我想想問一下吼，咁後來對於師承畢業以後，你馬上去做邊嘅嘛吼？我喺屏東吼，我本有接橱窗寫 POP 啊，因為那個是最容易讓我能夠生存的部分。對。嗰時其實喺高中嘅時間，你去主動去接業務一件事情，因為嗰度人會講，學習都學習吧，學生都學生嘅，先唔可以同到嘅東，但是你這個為咗生飯，為了生存，為了生存，同時間嘛係唔貴好嘅事情。是，也嗰度很有趣的事情啦，因為客家人就我哋本身客家人冇可能嗰少年會從商啊，冇唔錯。但是我感覺我要完成我的理想啊，就像我現在在做設計。我最終我說我等到一個年紀之後，我可以畫圖嘛，這才是我要的目標。做人生的記錄嘛。但是在我這個部分沒有達成之前，我想辦法本自己能夠自給自足嘛。那到這個就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我接下來沿路啦，只要有店面開幕啦，嗰度可以做嘅，我都想辦法去入嚟做。咁等於你講，其實嗰時線上都本質架佢睇嘅一啲機會，冇錯啦，穿梭機係一啲重點啦。但是同時嘛，本嚟佢睇機會去面對到各行各業冇同樣嘅一啲要求，數點嘅有數點嘅要求，一般上點有上點嘅要求。嗰時從一條高中時睇好見嘅。比如後來睇經營這家嘅事業時，係咪有具體嘅天數？我感覺最重要。因為一個人啊，係有妄動，有受傷，也都係最好的根本的未來你成功的可能。當然，我們今天不能說我成功，我只能說，因為有痛才會知道什麼預防不要痛嘛。所以我覺得這個經歷對我來講最重要，因為我們接觸的各行各業，食衣住行育樂。這個幾乎每一個行業都需要我們，包括政府在執行公關活動的安排，包括我們任何一個選戰，我講的意思就是說，現在這個過程，這個就是我們出現的可能。而且其實也會訓練係你自己前面，是，唔係講係騙人假本的，其實有時騙人假本的時候，佢壓力都過大。這個前面是個感染一些，就這個感染承受也會壓力，同時學習到這個東西。是的。咁可能這個讀書讀開以後，你馬上去投入也會實際嘅工作場合吧。其實我有啲機會高中畢業的時候，那個林懷民，曾經在屏東辦一場活動，舞台是我設計的。當時伊咪咁樣講，
小朋友，你可以到北部跟着我这样子。当时给他天视台那3台嘛，一共同来帮他安排在舞台设计这一块。但是行业嘛，爸爸妈妈永远不会把孩子轻易放出去，我爱都留在屏东。都周边回来以后，来去给咱正式成立了一个工作室。讲这菜我也没上过班啊，做32年的老板，34年、33年的时间，我就是当老板当到现在。嗰就等於如果唔知架退伍以後第一件事情沒生意那條路，去這個開的工作室，這個做頭家。對。但是這個做頭家同生意的條路實在是差幾多。生意的條路我8點鐘喺度係打頭家路冇打電話幫我，係係權益哦。但是做這個是條路的時間，等於你講24點鐘冇做路冇好食咯。好冇，冇這個基本信息冇還是一家奧內哦，因為冇家奧內公司都經營行業，尤其是因為長年的時間，你要負責你的薪水哦。其實我按好答。我冇見過呢。因為苦過嗰時冇見過啦。因為苦過我都地講，我一定會想辦法解決，就是這樣子。這個如你個人分嚟講，這個係頭家，同時嘛係業務。錯。這個嘛要簽工作嚟做。甚至我們接到舞台呢，然後就是 KTV 那種場所，要做一些設計什麼，自由路整條都是我的案子啊。OK， 屏東自由路整條都是我的案子啊。餐廳，但是有時候我本因呢修理啊，錢數唔多啊，拄好多安尼。當初因為錢數唔多，有本人起伏，當我慢慢的成長以後，當然一件事情都冇乜可能發生喺我身上。所以我哋書歌上，我哋接觸過嘅歌場，也都有最好的成本觀念，因為只有學習獲得。其實我唔想去放棄咯。我真是冇放棄過，因為我感覺講，我做嘅行業，尤其喺屏東雖然我做過全國的理事長，設計協會安導全國的設計協會，我還是覺得我在屏東是很幸福的。雖然有的人會覺得屏東對設計的付費沒有觀念，但是我是覺得我是把一個客戶教育起來的，我是這樣的態度，甚至我把他教育起來，不是我的客戶，哈尼拜我哋有生意呢，有我的夥伴，有年輕人。他們在設計這個產業裡面去發生的時候，是職業的時候，他會受到尊重。這個就是我留在屏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南部有一啲安尼嘅設計嘅一啲專業嘅公司體啊，剛剛我哋提講，其實嗰時嘅老師都開始接到我哋學位費案嘅嘛，同時嘛有幾多嘅客家嘅一啲目前嘅一啲委託案現場嘅完成，從我哋現場嘛帶到安圖嘅一啲產品設計。其實有到喺我哋所我哋6對地方個有名嘅不散，喺咩像我哋咧現場同人哋帶有設計係講，譬如講嘢喺某個東西當初家嘅一啲設計嘅理念喺某個好冇？好，我們先以大地酵素嚟講，大家以睇灣蠻嘛，冇唔錯。當時我做農創地灣蠻，我做理事長嘅時候，當然我自己會把這個機會讓出來，讓我其他全省各個設計師有機會拿到也按呢。但是我在執行的過程裡邊，一段時間以後，因為都感覺講，還是希望我能夠幫他操刀。他也是聽過我一次演講，他的媳婦就找到我嘛，所以我那時候我就好，那我就答應你，給你一個品牌的重整。所以我哋給他一關賣唔多1000元，但是我哋面向我都提供分裝，用最簡單的設計，那因為大地酵素嘛，那它就是一個歸吃鹽，歸有機，自然的，不能說有機啊。所以我覺得給它一個大地共生的概念，所以我用黑白印刷就能夠逐漸就是把這樣的一個設計呈現出來。反而在市場上，我曾經聽過他跟我講，他說他如果去台北希望廣場展覽的時候，最快賣完的是他，因為包裝的差異、個性比較獨特，我哋都比看到嘛。所以我因為這個就是一個化妝包裝就是一個投資的概念，
它不是花钱。也要设计吼，同样的产品都变成一个，我讲过单纯，吼，过单纯的一个现象，就是看风来是体验我过容易看得到。尤其一个品牌吼，以前係睇泰森行啦，泰森行伊即個本來做過多的農業，但是後來也聽伊推也尋求也來個推的時間，伊哋都希望講把伊個產品做一個個突力唄，吼，伊個銷售的希望放出來。但是因為其實早期的設計都講。個法律逼迫啦，吼，講看唔出伊啲特色喺呢。可是後來有一幫人看到伊有個新的設計時，我發現哦，要搞清楚，好，一下都把產品的特色，好，同伊個一個定位都講得搞清楚。是。係，嗰種同我講，睇都市鎮的，他們應該講係咪嗰種？對，因為大家都用一樣的公平，但是我確實是用公平，不過我的設計是用最簡約的方式來呈現。等於講伊個印刷啦，會小，但是它的表在櫃位上展售的時候，佢腳都俾你 catch 到，佢醒目了，對。咁也係喏，看到佢哋酒係咪？酒也都係因為吼，我做設計以來吼，我一直希望我的團隊啊，我們設計公司，我們公司有10幾個工作夥伴，那我自己都感覺深深覺得，如果只是領薪水的概念。我們是不是能夠，我們跟大家一起來創業？所以我都創造了一個好趣味、好趣味的品牌。那因為很多小農有時候他要包裝啊，要付錢，這個預算他沒有。那我就覺得好的產品，有認證的、有工廠登記的，我們就跟他，就是等於說跟他合作。那我們就用好趣味的周俺的自己推的品牌，現在在網絡上啦。林百貨啦、百貨公司啦，其他通路都慢慢的都走出來。最終都感覺都係本員工跟老闆一起在創業，不要再領死薪水了。我還想法懂熟開呢，所以我才會做了這個美酒的系列。可是有個故事我都感覺到，談風來都講，等於都講，伊啲設計公司同我哋啲小農合作，可是員工嘅角色係乜嘢？因為本身都他們有設計的涵養嘛。那因為可以做其他東西嘛，就是老闆就是大家，不是只是我，就是我是老闆。天爺因為兒子是2代了嘛，我的兒子2代嘛，那我也覺得說他可以扮演一個品牌經理的概念，然後把這個商品推出去。那其實這個商品只是我們裡面幾十種其中一個產品而已。那所以我想說，這個也是把它形塑出來，讓大家可以看到說，一個農產的包裝很快可以被看得到，那是透過包裝被 catch 到的部分。你如果特色的部分包裝，特色的部分有人來負責，形象的部分，但是產品的部分由小農來負責，一味的係專家。好，但是有的嗰度小農可能也要產量冇安排，冇如果伊哋冇安尼一啲包裝嘅觀念，冇如果伊哋其實冇想到行到幾條路，嗰時候你變成把兩部分即個專業同小農嘅專業合行了，然後成立一個新的品牌。好米絲，是，好趣味，好趣味，係冇唔錯個看法，真係幾好趣味。當初我真係我講，頭都有講到，主持人講到，我做嘛留喺屏東，因為農家子弟嘛，海西邊有邊都睇，農民嗰辛苦，我扮演的角色都講，我透過設計，我可以同小農把脈，望聞問切嘛，了解他的商業目的、商業的核心、品牌價值。產品的定位、價格定位等等，那透過設計再轉換，它是一個很有系統的梳理，所以不是只是做一個包裝就可以把東西賣出去，我們必須做出很好的設計定位，被看到。對，所以我自身到現在為什麼還在屏東，我是有點不甘心啦。我覺得屏東不只是這樣子啦。可是看到人家，我發現到講呢，其中欣賞嘅設計真係有鬼彩體嘅精神，同時嘛有以這個鬼關懷彩體嘅想法。啊，另外其他產品我休息一下，就馬上回來。
欢迎过来福起来，上个节目来自屏东林路陈希忠先生同我设计以下要设计嘅产品，同时伊嘛有2亿设计嘅产品嘛5000设计用，我哋马上请伊来设计。从今面我哋看到一3官网，也係一定用嘅設計咧。也係透過伊個我的講座伊請來。那請來以後，當然咯，一般的業主會請別鋪的設計師。冇錯係。但是伊請過總鋪別鋪，伊總共請了16個設計師，我係第17個設計師。這個當然一定是有他的背後的想法。沒有錯。最後他常常就追蹤我的網站，他說：我再怎麼想都是屏東陳總監的作品，他最喜歡、最合乎他、接地氣，所以我們就簽了一個合約。那當然睇下高場地區，因為有梯推嘛，梯推年紀比較大，媽媽爸爸，梯推大概年紀同我哋比較細一些，但是我透過溝通，其實我們的設計的操作是透過溝通去梳理。從想法、看法、做法這個過程裡面，才能夠去形塑一個未來在產業，尤其在包裝的提升，甚至很現實，它一定有什麼？有它的對手，它有競爭對手。從 SWOT 分析裡面去了解它的問題。那在甲仙有50年的歷史了，當時阿公是一個電力公司的一個成員，他就帶着全家舉家在那邊住。不知道做什麼，就做芋頭當時的產品。所以在這個過程裡，比如講，我感覺睇神通還沒學識幾多啦，因為也年學幾貼拍，幾乎一禮拜好冇眠同我通電話。為什麼？他就是想要了解，設計可以帶給他的效應。所以我們當時在做3冠王品牌重新定位的時候，他也很訝異，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我說，因為888風災，我們還在甲仙的概念，就是說風災過的時候，其實那個地方要住啊，消費者都不會過去啊。但是我們透過這樣的概念，我們把文案的企劃設計，然後重新定位，因為包裝的形態跟品牌的定位，包括它現在的建築物，都是我們重整，空間也是我們重整，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應該講是說，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包裝一樣哈，而紫色或是紅色是不是年紀大的人喜歡？但是我當時設計黑色的時候，他就說他很喜歡，但是媽媽不同意。好，那就會有一個年齡差距嘛。那我就會跟他談到一件最現實的問題：你是要賣給媽媽還是賣給消費者？所以睇下部分地方溝通，關於多邊真的是。透過很激烈的一個互動裡面，最後我就跟他講，你偷偷印個黑色，但是紅色、紫色、賣氣候的5色，所以這個就有時候我們用設計的角度來處理，但是確實是我們用市場定位來做一件事情，所以陸陸續續我感覺按多年來批開以後，以看到也成熟，所以我常常跟我的業主講。我們在做品牌規劃的過程裡，透過設計的槓桿來解決行銷的問題，解決國際的接軌。那主要是什麼？下一個20年，我們的設計都不會有太大的差距，而被看得到、被認同。所以，以目前來講，我覺得它回饋度很高。對。無傾向試拖一年，我迄色嘛無傾向，像我最近賣茶葉啊，我迄5色啊，媽媽都講好下，然後我賣紅色咧，因為講5色嗰種佢好，但是對看下人來講啊，話5色係代表一種幾神秘、幾高級的嗰種感覺，嗰種都你講，嗰種我就用市場來解聽一件事情嘛，市場來看都係睇人來選嘛個色，也係一個我想講幾清楚的事情啊，但是我嘛愛在家中當係等設計嘅人的眼光，因為設計嘅眼光看過市場按到嘅東西，佢哋講更加嘅風潮啦，冇得講更加嘅設計嘅潮流啦，呢種同我哋咧總監講嘅，下定義生人設計嘅方向一樣嘅，其實肯定要揸人看得最清楚嘛，尤其係講我哋幫我哋傳統嘅產業，行一啲新的一條路嘅時間。
行咧都一个下一个20年的时间，譬如讲主卡，主卡现在就慢慢改传统的一个行业。但是一方面上到主卡，人家都讲有机的啦，好这种东西。佮对于可能主卡的包装，其实是唔很用的想法去开始包装主卡。也部分嘛，喺客委会给他有重视到，因为爱屯我的业者沟通，就是刚开始他会自己会掏腰包要做这件事嘛。当然米哈，我常在讲的，当你愿意重视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得尊重嘛。所以客委会也看到他，这个林家猪脚还蛮用心的哈，然后他已经有治理，把他自己的包装品牌提升，所以以这样的过程当中里面，他慢慢发现到，这个资源也回馈，那二来就是因为我为什么会去把林家重新做打造的原因，是因为在一条街上有这么多万峦猪脚，你怎么凸显你自己？那我去他家翻箱倒柜，把那个阿嬷第一代传人那个旧照片找出来。那我觉得那个阿嬷的笑容，在剁猪脚的那个笑容是非常亲和力的。那我重新定位，就是说，这个是在地人推荐的。你本是讲安尼睇，我买提起，我是主卡，如而去啉价。当然配价就冇讲的安尼。那慢慢的当初，当然我们冇心心嘛，但是慢慢的卖都厉害，那干嘛安尼年轻客群跑出来了？以前买主卡都安尼。一天的年纪的人，然后同爸爸妈妈祝寿啦，好冇都买送礼啦。系啊，因为种传统的呢，新人都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讲可能是菜梯，他个人唔从事，因为我都可能都最有名嘅咋，冇都讲我其他都睇隔壁田顿的是那个，但是对外面的人来讲，我都睇外面的事情，其实他个人不见得抵按多东西，但是有时间真的睇实在睇高速公路，台一线的时间，你看伊个阿婆都讲出来，伊个也要失态，表示讲因咩也伊20年的一个点，伊对阿婆嘅事情的一个点，听伊都讲，呀阿婆都代表一种能讲故乡，这种感觉。可是其实看到林家猪脚时候，发现也要形象做几好，好，因为伊把主角的一个国土都变成主角的本体被解放了，变成另外一个东西，温暖，是在家的感觉。可是其实有时候试看电的时候，有看到入去，然后个风色啊，感觉到用得几好。因为有一点历史文化嘛。唔错，系唔係嗰種幾泰嘅嗰種風色，唔係嗰種幾啱嘅嗰種風色。其實風色都感覺到有一種少暖嘅嗰種感覺。那其實其他欣賞嘅公司變成一個形象策略公司嘛，怎麼變成一個形象策略公司？其實在做早先安尼按到廣告公司。那尤其係喺南部啊，他哋因為廣告公司做乜咧？做看板，做印刷，但是也唔免愛學嘅，所以我曾經同中華電信溝通，我說那個 Yellow Page 可以不可以改？我叫什麼名字？我在做什麼？中華電信公司他跟我講說不行，你就是歸做看板的，所以我算是屏東第一個，我可以這麼說。做品牌、做包裝，開始做平面設計的第一個工作室，到目前是一個形象公司，所以我為了要區隔這個廣告公司切割，我用了敦富形象策略有限公司。那這個代表什麼？就是我們對於形象品牌的操作，我們是有想法的因為什麼叫設計？就是要解決問題嘛。那你設計沒有策略，你怎麼讓你的商品能夠被看得到？所以走到最後是以品牌的概念發展嘛。那品牌是什麼？品牌就是走溝通嘛，就是要跟消費者溝通嘛。你品牌必須要建立文化嘛，你今天不可能用綠色，明天用紅色嘛。所以從很多大街小巷，或是我們現在看世界知名的品牌，我們很快 catch 到的，有時候是顏色，有時候是圖像，它的元素，那它就是一個最好的傳遞。所以品牌要被看得到。這個視覺傳遞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我想用品牌呀，件事情其實也經驗台灣越來越多人抵押東西啦。因為以前品牌都覺得講你名嘅嘛，譬如講某個牌，我都會有 logo。但是像普通話的人講，其實品牌呀件事情真係如係一個商品同人溝通嘅一個最重要的方法。形象呀件事情，除了係產品的形象以外，
你的形象嘛，很能包含的一部分、啊。是，也都可以讲到我不后生的时间哦。其实我替的工作室是一个民意代表的model，哦，有时候帮他写匾哦，但是以先立委啊，先结台啊，哈，我做过几道候选人，因为睇我书方哦，应该冇100嘛，有50位候选人啦。我现在在台面上都可以看得到。我要讲的意思就讲，你看。睇伊的政治人物或一个人的形象，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过去的关于人的一个体现，看不到看板啊，他只用嘴巴讲啊。那后续我们就会有一个形象，然后告诉消费者，他可能做一些宣示核心的价值跟消费者对焦。所以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转换的过程里面，确实形象的建立、定位是可以被阅读到的。喺節目最尾，我想請問講，因為一路行過以來，設計對你來講，對人生來講有乜嘅影響，無論有乜嘅意義？我感覺設計對我來講最重要啦，哈，因為都係我的興趣嘛，所以有時候我會跟我的小孩子講，人生哦，你只要找出興趣，對你來講。可以对你的事业、对你的未来、家庭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认为设计就是解决问题，设计让一切成为可能，设计事实上是可以协助政府、机关、产业哦，甚至我们个人的形象、商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是一个策略哦。我个人是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没有倦怠过，始终如一。可是高中时间，某一套高中，现在伊对伊也要兴趣做为个人去中欣赏。大家做了30年、40年以后，又会发现到我其实设计一件事情，唔单止係個工作，同時嘛係個興趣，同時嘛係把自家嘅啲文化可以傳承下去的最重要的工具。今日佢咁樣嘅去中欣賞，攞嚟現場同分享安東嘢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喎，等聽下你先上來，強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